喂喂喂，好，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新大上威风的杨成峰。安尼，大家看我手提这是啥物？1000块对无？安尼，大家感觉这钱有重要无？有吼，有人甲我讲，哎，少年的，毋好看钱遐尔重啦。我甲讲，老的，啥物毋通看钱遐重？钱死人亲情，钱死命呢。唉，有人逐工辛苦趁钱，煞拢毋知钱到底走对倒位去，敢若无论安怎趁，钱拢无够用啦。所以我今仔就要甲大家介绍一个画水的简单，有法度互钱变搁较高，还是变搁较薄的大人物咯。这个大人物就叫做永伯啊。就是咱的中央银行啦。介绍永伯啊进前，我先来讲放国的故事。放国大学毕业了后，逐工认真拍拼食头路，日子是一天一天过。伊对未来目前有拍算，不离过娶某生囝这个代志，煞会真丢毒啦。为虾米呢？因为伊的薪水一个月嘛才3万外块，安尼敢有法度生一个家？人生在世，万项拢爱钱啊。虽然讲钱毋是万能的，但是无钱真正是万万不能啊，对无？好，放国欠长内度，真无简单，才欠着伊的第一桶金100万。伊逐工都咧想啊，要安怎互这100万？也就是讲，落地的本金生搁较侪利息出来，所以放国下班了后的时间，就是咧研究这个学问哦，理财甲投资。我相信在座各位对钱嘛真要义嘛，对投资嘛真在行。即马上定看到有2种，第一种会使把钱寄伫银行，第二种会使买股票。放国会使甲伊的钱寄伫银行，100万寄伫银行，安尼一档了后，本金加利息就变做101万，投资回报率1%。第二种，放国会使甲伊的钱摕去买一间 A 电子公司的股票，买的时阵一张100块，毋过拄好智慧型手机开始试行，伊迄一张100块，起到一张500块。哇！安尼伊的本金就为100万变做500万安尼，投资回报率400%呢。毋过流行就亲像一阵风，来无影去无踪。过无偌久，A 电子公司的股价就亲像水崩山共款啊，落甲剩50块呢。放国若是无甲伊进前的股票卖掉，留到即马，安尼伊原本的100万。都剩50万尔啦，投资回报率负50%。相信大家看到这个拢知影，倒一种是高风险高利润，倒一种是风险低利润嘛较低。来，请问大家，感觉利润低、风险嘛较低，是银行是寄伫银行的，请你举手。感觉是股票的，请你举手。好。安尼无毋对，答案就是甲银行寄定存是低风险低利润。若买股票就有可能像这种状况，趁遮侪钱，无可能了真侪钱，就是风险悬，利润嘛较悬咯。安尼，毋过请问大家，你若是放股，你会拣倒一种呢？你会甲100万拢全部寄伫银行的，请你举手。好，第二种，你会甲100万拢摕去买股票投资的，请你举手。好，大家想法拢真正确啊。毋过，上安全的做法是，毋通甲所有的技能拢藏伫咧同一卡篮仔内底哦。所以放股，甲一半的本金摕去寄银行生利息，甲一半的钱摕去买股票。寄伫银行的钱是稳达达啊。买股票钱，阁小可有赚哦。安尼放股看起来是毋是不了有投资的头脑啦？毋过有人甲放股问讲
放股啊，迄银行甲迄利率调啊低，敢有啥路用？定存利率敢若1%呢？虽然真低，不过这有一个好处哦，就是讲万不利，你今仔日若拄着啥物困难，爱甲银行借钱的时阵，你的贷款利息袂真低哦。好，啊，不过讲遐济了后，即个利率到底是谁咧管的啊？到底是永伯啊，还是放股咧？所以这时阵，咱都要来详细了解永伯啊这个人啊，也就是咱的中央银行。咱甲钱寄伫咧银行的存款利率，也是讲咱甲银行借钱的贷款利率，就是永伯啊咧管的啊。伊会使讲是所有银行的大头家。存款利率若降低，贷款的利率嘛会咧降低。伊会根据咱国家甲国际发展的情形来调整即个利率哦。好，安尼，请大家详细听，我问大家问题哦。若是放股想讲啊，摕伊买股票赚的钱来买一台汽车好啊啦，啊其他无够的钱，我只去甲银行借就好啊，对无？规定利息足低嘛。安尼，请问大家，若是大家拢甲放股共款，买股票赚大钱？规个市场的景气真旺，安尼消费者买物件的能力，也就是讲开钱的意愿是会变较悬，还是变较低？感觉消费者开钱会更较阿萨利的，请你拿手。哦，对啦，大部分人拢知影，消费者买物件的能力就会提悬，就是讲开钱较阿萨利啦，因为利息真低嘛。好，安尼过来，消费者甲消费者买物件的能力提悬了，开钱较阿萨利。安尼，请问大家，物件这时阵会变较俗，还是变较贵咧？感觉会变较俗的，请你举手者。哦，无人，感觉会变较贵的，请你举手。哦，大家拢真巧，对啦，就是会变较贵。我来解说一下，为虾米咧？因为银行就是两倍啊，第一利息降低。大家拢想讲啊，我无够钱，再甲银行借就好啊，对无？即个比如讲汽车好啊，我想要买汽车，即马有100个人想要买汽车，毋过遐尔啊侪人想要买汽车，我是头家，我即马现主时间会使卖50台尔呢，也就是讲需求比你的产量搁较济。来，请问大家，恁若是大头家？你会甲即个钱，你会甲即个汽车卖互介绍出互悬的人，还是介绍出互较低的人？懂？会甲你的汽车卖互出互介绍较悬的人，请你举手。对吼，这用卡老歹，大家拢真巧。若卖互物件，若卖互介绍出较悬的人，就赚较济钱嘛，对无？好，这就是为虾米永伯来甲利率降低。消费者买物件的能力清悬了后，物件煞颠倒会变贵呢。介绍碰风啊，咱的钱就变薄啊哦。好，这个情形，利率降低，消费者买物件的能力清悬，物件愈来愈贵。这个情形，大家要看卖啊。经济学家会甲伊号做啥物呢？是号做通货膨胀，还是号做通货紧缩？感觉叫做通货膨胀的掠手，好，感觉经济学家会甲叫做通货紧缩的掠手，好，无毋对，就是通货膨胀啦。好，这时阵大家来想看卖啊，利率真低，啊若放股这时阵，若有一寡银仔钱啊，想要投资，伊会甲钱摕去买利率真低的定存，还是摕去买股票？来，请问大家。你会甲钱摕去寄定存，请你举手。哦，无人。你会甲钱摕去买股票，请你举手。对啦，就是买股票较会好嘛，因为银行的利率真低啊，你寄伫银行袂好嘛。所以讲，永伯啊锁定的利率悬还是低，就会影响到投资者甲钱囥伫咧银行，还是囥伫咧市场哦。像这个所在。投资者就是甲钱为银行刷去市场，好，安尼，我问大家，若是这时阵放股，想讲要来甲银行借钱买车，是爱趁利率较低的时阵甲银行借，还是趁利率悬的时阵甲银行借钱呢？
请我请一个来回答。歹势，你感觉伊会用放过会趁利率较低的时阵少，还是利率较悬的时阵少？嘿，对，无毋对，真巧，就是利率较低的时阵少。好，毋过利率永壁就是中央银行甲利率一直降低，物件大家消费者买物件的能力一直称悬，物件就会起价嘛，这就是咱大多讲的。毋过，咱物件一直起咧，安尼敢袂使？对啊，当然嘛袂使嘛。安尼，我是要安怎逐工食我上爱的串冰甲烧仙草啦，对无？好，就像最近的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，互全世界的无论是火炭啊、天然气啊、加速啊，逐项拢起甲毋知影人呢。哎哟，啊啦，这物件起价。电钱嘛对咧起价啊，佮加上一寡原物料嘛起价，工厂的成本都提悬啊嘛，工厂就哀叫啊，所以这个时阵工厂只好家己做的物件，继续卖咧互管，安尼伊才卖了钱，伊才会做会落去嘛。所以讲，物件愈卖愈贵，大家的钱就愈变愈薄，这就是通货膨胀。好，即摆问大家。政府敢会使目睭紧紧，或者通货膨胀继续安尼拖落去？大家感觉咧？对嘛？袂使嘛？啊无安尼，大家那我都买家己想要甜的物件啊。对啦，所以这个时阵，向都爱出来处理咧，是感觉是永伯爱抓手，感觉是永伯爱出来处理的，请伊抓手，感觉是放过爱处理的抓手。好，大家拢真巧，就是永伯啊。安尼，歹势。伊爱趁伊爱甲利率抓好悬，还是降好低咧？我来提醒大家一个哦，利率若降好低，物件会变做愈来愈贵。所以这个时阵，永伯爱安怎做咧？我来凊彩叫一个人，好，这位先生吼，你感觉利率是爱抓悬？嘿对，无毋对，利率就是爱抓悬啊。因为若继续降低，物件电脑是愈来愈贵。好。即马来大家来甲大家复习一下哦。利率若遐尔啊悬，喂，利率若遐尔啊悬，啊拄好恁身躯边佫有一寡银仔钱想要去投资，安尼请问大家，你会甲钱摕去寄银行的定存，还是共款摕去买股票？爱注意哦，这时阵银行的利率是真悬哦。来，请问大家，会甲钱摕去寄银行定存，请你举手。好。会共款摕去买股票，改拼改写的，请你举手。哦，无人，了对哦，大家拢真巧。这个时阵就是爱甲钱寄伫银行嘛，寄伫银行的钱是稳当当，佫会使趁佫较济的利息出来，就免烦恼起落落的股市啊，对无？好，共款的问题，甲大家问看卖啊。这个时阵利率真悬嘛，安尼放股才会使趁这个机会，甲银行借钱来买厝咧。注意哦，利率是真悬哦。我会问一个人，好，请问你感觉这时阵放股，吼，袂使对无？当然嘛，毋通纵误人嘛，做戆人嘛。因为伊若甲银行借钱，伊可能这世人都是咧还这个利息啊，尔，对无？好，来，所以永伯啊，若甲利率了，有人讲永伯啊，若甲利率了较悬，有啥物优点？这时阵物件一般来讲是会起。还是会落咧，感觉物件会起的，请你举手。哦，无人嘛，感觉物件会落的举手。对啦，利率若了悬，物件就会落价。为虾米咧？因为大家拢甲钱搁徛伫咧银行啊，袂去甲银行乌白借钱嘛，因为利率遐悬，无一世人就还遐利息就够嘛。所以大家嘛拢袂乌白去开钱。意思就是讲，规个市场的现金其实就无偌济，所以也就是讲需求降济啊，也就是讲大家要开钱的意愿降低啊。好，也就是讲大家开钱的意愿降低啊。哇，安尼大家听完这尔啊济，永伯啊，甲利率了悬。永伯甲利率了悬，即个物件会继续就会落价。啊，若永伯甲利率降好低，物件会继续会安怎咧？
你感觉物件会介绍安怎？会称悬嘛，对无？哇，永别就是透过这个方式来影响大家投资的方向啦，达到稳定经济的功能哦。哇，今仔日讲遐尔啊济，毋知大家有认真咧听无？不要紧，我甲大家最后讲几个重点，啊，大家对我做伙念哦。有风毋通驶进房，鸡卵毋通囥共人。中央银行斗三工，生活稳定够轻松。安尼，最后问一个问题，安尼用表有用无？哦，多谢大家主持人。